欠下4000萬巨債，被法庭發傳票追討，連銀行戶口都瞬間凍結。你唔敢相信紅足40年嘅天王劉德華，當年差啲就身敗名裂，淪為階下囚。喺嗰個最底層嘅深夜，佢向身邊所有朋友開口借錢，得到嘅卻只有冷眼同避之不及。歡迎嚟到百龍智慧章。如果你都想掌握巨星逆天改命嘅玄學秘訣，學會喺人生低谷中快速翻盤，請一定要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打開小鈴鐺，咁你哋就唔會錯過每一期關於玄學命理同轉運智慧嘅精彩分享啊！其實無論你而家正面對欠債失業、生意失敗，定係陷入人生極度嘅迷茫同低谷，唔使慌。白龍王今年俾劉德華破開死局嘅秘訣，放喺今日就係一套任何人都可以即時執行嘅絕地翻盤3步方案。第一，立即停止，唔好再亂咁掂。當你陷入困境嘅時候，千祈唔好急住做任何重大投資或冒險決策，停落嚟唔盲目亂搞，就係保住你底牌嘅關鍵。你嘅脾氣越大，財運就越走越遠。第二，放下身段，尊卑待人。只有當你放低架子和虛榮，用極之尊卑嘅態度去對待身邊每一個人，你嘅貴人同財運先至會重新向你靠攏。第三，做緊法，靠住你最熟練嘅本領瘋狂搵食，撇開所有幻想，將眼前每一件小事做到極致。只要你肯做，肯低頭，上天就唔會將你逼入絕路。呢套方法大家會幫忙。當年劉德華淨係用咗一次，唔單止奇蹟咁還清咗4000萬巨債，仲保住佢之後足足40年嘅鴻運。今日就嚟深度揭秘當年我哋劉德華絕境翻盤嘅驚人內幕。講起劉德華當年嗰場大學，源頭其實出喺佢自己嘅雄心壯志度。90年代初正值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劉德華憑住多部賣座電影事業蒸蒸日上，年輕氣盛嘅佢，於是喺1991年，劉德華拎出自己多年儲落嘅積蓄，成立咗天幕電影公司。啱開始嘅時候，天幕公司確實開門紅，出品嘅《九死一生啊殺女》票房大賣，令劉德華信心倍增，以為自己喺商業投資上同樣係個天才。然而，電影製作係一個殘酷且風險巨大嘅行業。幾年嚟，劉德華後揼重金，資料接連拍攝咗《92神二俠侶》《戰神傳說》《天長地久》等多部大製作電影，可惜造化弄人。呢啲電影唔單止票房慘敗，更加令天幕公司嘅資金鏈徹底斷裂。去到1995年前後，天幕公司已經累計虧損咗4000幾萬港幣。90年代4000萬港幣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足以令任何一間中小型公司灰飛煙滅。雪上加霜嘅係，同劉德華合作嘅台灣投資人蔡崇林，因為股權同資金問題，直接將劉德華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凍結劉德華嘅所有資產，並追討巨額債務。嗰一刻嘅劉德華真係深刻體會到乜嘢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佢嘅銀行戶口被封，名下嘅物業即係當年臨拍賣，每日一喉開眼面對嘅就係律師信、法庭傳票同債主追訴嘅電話。更加令佢心寒嘅係，以前奉承佢讚美佢嘅人，而家全部都喺度睇佢笑話。有人私底下嘲笑佢，唔知天高地厚。斷言劉德華呢世仔算徹底玩完。喺巨大嘅精神壓力下，劉德華晚晚失眠，成個人暴瘦，樣貌睇落充滿晒邊廢同絕望。就喺佢走投無路，準備宣布破產嘅時候，一位圈內好友睇唔過眼，私下俾咗佢一個建議：華仔，你喺香港已經揾唔到破局嘅辦法，不如去一趟泰國芭提雅揾白龍王師傅啦，可能佢會指點你一條明路。嗰陣時喺香港娛樂圈，白龍王周健南嘅名號相當響亮，無論係王晶、曾志偉定係眾多大老闆遇上難題，都會私下走去泰拜國請教指點。但當時嘅劉德華係基督徒，加上年輕氣盛，國號對呢啲玄學風水並唔十分相信。可人喺絕境中剩低一線希望，佢就好似揸住救命稻草咁死命揸住。
經過幾番思量，劉德華最終訂咗去曼谷嘅機票，帶住一顆忐忑不安嘅心，踏上咗前往泰國嘅轉運之旅。嗰日朝早，泰國芭提雅嘅白龍王廟香煙呼聞，劉德華着住一身素白色嘅衫，跟隨廟宇規矩，赤住腳恭恭敬敬咁跪喺白龍王面前。嗰陣時嘅白龍王周冷南身穿白衣，雙目如炬。當劉德華跪低嘅一刻，白龍王並冇好似普通算命先生咁問佢嘅生辰八字，亦冇問佢遇到咩困難，反而係靜靜咁凝視住劉德華，伸手摸咗摸佢嘅頭頂。片刻之後，白龍王叮咗口氣，對劉德華講咗第一句說話：你呢個人啊，心太急，野心好大。你以為你係做生意，其實你係同自己嘅命運作對。聽到呢句說話，劉德華成個人一震，佢強忍住心中嘅苦楚，誠懇咁叩頭請教：師傅，我而家欠落巨債，官司纏身，4年坐過，我已經唔知未來條路點樣行，求師傅打救我。白龍王望住眼前呢位神情不堪嘅天王，眼神中流露出慈悲並緩緩，講出咗句揭露得動成個娛樂圈，亦改變咗劉德華一生嘅12字真言：唔好急，慢慢嚟，只要你脾氣好、勤力、屈腰低頭，上天絕對唔會虐待你。與此同時，白龍王又俾劉德華提出咗幾項具體嘅精準指示。白龍王對佢話：你天生就係做演員、做歌手嘅命，你唔係做大老闆嘅材料。由而家開始，即刻停止你投資開公司拍戲嘅諗法，唔好再諗住做老闆賺大錢，專心一意去拍戲、去唱歌。只要你放低天王嘅架子，人哋俾乜嘢戲你就拍乜嘢戲，幾辛苦幾攰都唔好抱怨，脾氣改好啲，你嘅困難自然會有人幫手解決，你嘅運勢亦自然會重新翻嚟。最後，白龍王仲特別叮嚀佢，記住神仙都救唔到脾氣壞嘅人。一個人如果識得喺逆境中彎腰，識得對身邊每個人都好，佢嘅運氣就唔會差。劉德華聽完之後恍然大悟，過好幾年就自己因為年少成名，言行舉止間多少帶住一種驕傲同急躁，總是急於證明自己，結果越急越錯，越踩越深。白龍王呢番說話表面上係教佢做人，實際上係點破佢嘅命理格局。帶住白龍王嘅真言同祝福，劉德華返到香港。講起嚟神奇，自從佢拜見過白龍王，下定決心低頭彎腰得之後，正運嘅齒輪真係開始發生可思議嘅轉動。返港之後，劉德華都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徹底放低身段，佢聽從白龍王嘅勸告，唔再硬撐到做天幕公司嘅老闆，反而主動揾上當時香港影壇嘅大佬將向華強同向太當時嘅向太陳阿勒斯以從而希見稱。劉德華懷住尊卑嘅心態向向太講明情況，向太跟劉德華態度真誠，姿態極之跟從，即時做出一個勒動香港嘅決定，喺冇要劉德華寫低任何一張借據嘅情況下，直接開出一張4000萬港幣嘅支票，幫劉德華還清晒所有債務，解除咗法庭嘅凍結令，仲幫佢打贏官司。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係奇蹟，但從玄學同人意因果嘅角度嚟睇，就係白龍王所講嘅懂得低頭，必有貴人相助。如果當時嘅劉德華依然顧我死要面，向太又點可能拎幾千萬出嚟救一個傲慢嘅人？有咗貴人相助，解除咗債務危機嘅劉德華，嚴格執行白龍王嘅指令，勤力好脾氣，接戲還債。一直到1996年到1999年，劉德華成為咗香港村娛樂圈名副其實嘅拼命三郎。嗰幾年，只要有劇組揾佢，無論係小製作定大電影，演正派定反派，佢統統照單全收。佢一年拍幾部甚至10部電影，日頭拍戲，夜晚錄歌，夾中間仲要跑演唱會。圈內人送咗佢一個花名叫劉鐵人。更加難能可貴嘅係，劉德華徹底改變咗自己嘅脾氣。以前喺劇組，佢偶爾會因為工作壓力大而發火，但拜過白龍王之後，佢喺劇組對任何一個人都彬彬有禮，無論係導演大明星定係
底層嘅燈光師、道具、茶水阿姐，劉德華永遠係第一個到場，最後一個離開。各個人大家會幫忙，見到每個人都帶住溫暖嘅笑容，好似一個新人。極度嘅勤力同極好嘅脾氣，為劉德華贏盡香港娛樂圈最好嘅口碑。全香港嘅導演都中意揾佢拍戲，全香港嘅觀眾都被佢嘅敬業同煙囪所打動。終於喺1989年，劉德華憑住電影《暗戰》中精湛絕倫嘅演技，一舉奪得佢人生中第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登上影帝寶座。此時嘅佢唔單止還清晒向太同所有債主嘅錢，個人事業更加飆升到第二個高峰。絕境翻盤之後嘅劉德華對白龍王產生咗畢生嘅敬意同無比敬畏。此後20幾年，無論劉德華幾紅，工作幾忙，只要白龍王生日或者廟裏舉辦重大活動，劉德華一定會推掉所有工作，佢親赴泰國，着住白衣，好似普通弟子咁跪喺白龍王面前，幫手搬鄭做義工。後來喺2002年拍攝活動華語影壇嘅無間道時，劇組一開始風波不斷，都係劉德華建議林建岳同華納高層去請白龍王指點。白龍王唔單止親自赴港做法，仲為電影改名無間道，並率先摸頂為劉德華、梁朝偉加持。後來嘅事大家都知，無間道唔單止大賣，更成為香港電影無法超越嘅救世神作。縱觀劉德華呢40年嘅演藝生涯，由欠債破產嘅死局，到紅遍世界嘅常青樹，白龍王當時送俾佢嘅嗰番話，究竟藏住點樣嘅天機？其實白龍王睇人嘅眼光極之獨到，佢知道好多人嘅命運之所以變差，唔係因為唔夠聰明，亦唔係因為運氣唔好，而係因為心太急，脾氣太壞，驕傲自大。急躁會令人失去理智，做出錯誤決策，就好似劉德華當年盲目投資開公司一樣。壞脾氣會推走你身邊嘅貴人，將屬於你嘅財運同福報統統趕走；而傲慢則會令你睇唔清自己嘅定位，最終被命運狠狠打倒。白龍王送俾劉德華嘅改命法寶其實好簡單：勤力、好脾氣、識得彎腰低頭。呢6個字卻包含咗中國傳統文化同玄學中最經典嘅改運智慧。第一，勤力係破除霉運嘅底氣。當你喺低谷時埋怨人生冇用，唯有瘋狂嘅行動先可以積正能量將霉運沖散。第二，好脾氣係招來貴人嘅磁場。一個人脾氣好，氣場就順，身邊嘅人願意幫手，貴人運自然源源不絕。第三，懂得彎腰低頭係避開災下嘅智慧。水向低處流，大海之所以能立百川，就係因為佢處於最低嘅位置。人喺高處要跨雲，人喺低谷要低頭，學識彎腰，先唔會被風暴折斷。好多香港嘅各種年朋友成日問，點解而家嘅後生仔做事總係唔順利？點解自己辛苦大半世卻總是儲唔到錢？睇下劉德華嘅故事，我哋或者就揾到答案。風水命理固然有佢神奇嘅地方，但一個人最好嘅風水，最終都係佢自己嘅心態、脾氣同人品。今日白龍王師傅雖然已經仙逝，但佢留低嘅改運智慧依然影響住無數人。劉德華用自己後半生嘅輝煌向全天下證明咗，一個人只要肯腳踏實地，肯改掉壞脾氣，肯喺逆境中低頭蓄力，老天爺就絕對唔會辜負佢。希望今日劉德華絕地翻盤嘅故事能為正喺人生低谷或者面臨工作生活壓力嘅你帶嚟一絲啟示同力量。只要你秉持住勤勞同善良，並保持良好嘅脾氣，你人生嘅轉機可能就喺不遠嘅未來。好啦，今日嘅白龍智慧樹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覺得今日嘅故事對你有啟發，請務必點讚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最重要嘅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請一定要點擊訂閱並打開小鈴鐺。未來我哋會為大家帶嚟更多關於白龍王嘅轉運傳奇、巨星秘聞以及改變人生嘅命理智慧。多謝大家嘅收聽。
祝願各位聽眾身體健康，家和萬事興，好運連連。我哋下期再見。